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係5月29號，2025年。對於今次特區政府推嗰個2025年嘅現金分享咧，本人有以下嘅意見嘅。第一咧就係我本人咧好驚訝，今次嘅現金分享係寫咗落去係臨時嘅措施，即是換句説話嚟講，今年係有現金分享，明年咧未必有。咁呢個同08年嗰個概念同埋過去嘅17年咧係一個好大嘅轉變。第二件事咧就係對於設立喺今次第一次要求183日咧，本人咧都覺得好出奇，因為你咁樣設應該用法律通過立法會去聽取民意先至有個認受性，所以我本人咧就覺得有好大嘅暴露咁樣嘅設嘅方式，就我會繼續咧跟進呢件事。6月3號夜晚9點鐘，好希望大家睇我嘅直播咧，係會喺 Facebook 啦、YouTube 啦，咁就希望大家俾啲意見啦，同埋希望大家支持點讚啦，同埋轉發，多謝晒。